个就银杏叶，对对对，非常完美。银杏叶哈，你近距离看它非常美。走入山林间，一片嫩绿与金黄交错，浓浓秋意中风情无限。在这里就是可以大口呼吸新鲜空气，对不对？两位空气真呛丽，风景就讲。哦，这是大埔克，是大埔克。刚刚的我刚说，就是这里空气很干净，而且风景又漂亮。对，我们一个就要比懂腔哩，风景又讲。满山银杏如诗如画，诸葛洞恋上银杏的起源其实很务实。一篇文章报道，银杏中含有氰化金，康复生命效果奇佳，因此花了20多年种植1500棵银杏。这边的每一棵树哈，都是我亲手植栽的，所以说它每一棵树是你只要问我哪一年种的，我都记得清清楚楚。真的？对。萧南什么时候种？萧南是75年种的。银杏1年才长1公尺，生命周期长，常常隔3代才成大树，所以有公孙树的美名。诸葛洞不造进，不考虑利润，却在蓦然回首有最直接的回馈。它不能速成的，你不能说我今年种，明年就要看到成果，你可能要忘了它，几年以后你再一回首，你会很惊奇，哇，原来我们种的树太漂亮了。感动从自然中体会，诸葛洞把这块山林当作画布，用季节生态调色，也肩负保育责任。我们上一代可能是一个破坏者，然后我们下一代就是一个维护者。我们是做一个修复动作，就是把地球回到它原来那种样子。落实养生观念，诸葛洞也开发茶饮，让健康同时盈满视觉和味蕾。种树是人对土地最好的回馈了，真的很开心。我们可以在台中镇和平乡的山林间看到有心人默默地用自己的力量维护一片美丽的山林。亚威懂腔哩，风景优讲。亚威懂腔哩，风景优讲。